我會係好擔心咯，因為完全係冇做嘢嘅，咁都唔知喺邊度求助好。經濟壓力我都唔知喺邊度可以幫到我咯。50歲嘅梁女士患有免疫系統疾病，需要定期喺公立醫院多個專科覆診，包括風濕科、骨科等等。佢而家冇做嘢，依靠積蓄生活，有一定嘅經濟壓力。我真係自己嘅傷殘金吸發唔到嗰啲覆診咯，所以我今次即係有個姑娘話俾我聽，申請到呢個減免醫療之後咧，我就即刻去申請。配合醫療收費改革，醫管局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，確保病人唔會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得到適切治療。喺新機制之下，受惠於資產上限大幅放寬，梁女士符合全額醫療費用減免。佢喺申請當日即場獲批減免證明書。我以前申請啲咩金啊，或者申請咩醫療啊、咩津貼都好啦，都要等一段時間嘅。但係我第一日俾咗身份證佢，之後第二日佢就可以話俾我聽，我攞晒啲文件啦。第二日真係俾晒啲文件佢啦，睇完一陣，好快咁樣就遞張紙俾我，就話你呢張紙就可以免醫療喎。我嗰個感覺係好開心咯，原來咁快咁順利嘅，我第一時間話俾屋企人聽。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之後，批出嘅醫療費用減免申請較以往大幅增加，反映新機制有效支援低收入家庭同弱勢社群。醫管局建議病人喺就診前預留約1至2個月辦理申請。